观众朋友晚安，欢迎收看10月24公时代期待 AM 新闻，我是楚欣。咱做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昨暗一只外国货船沉落高雄外海，海巡署救到5个人，目前也阁有5人失踪。一名女性住在北坐云遥控缆车动物园站顶楼摔落地，不幸死亡。台湾和巴老互相开放旅游团入境唔免检疫，计划因为巴老对方有挂虑，确定暂缓。高雄外海昨深更一只土瓦路的货船沉落海底，咱海巡署接到通知，随动员船舰前往救援。现时所在已经救到5位船员，也阁有5个人行踪不明。海巡署表示，人员继续搜查当中。船仔规暝伫海面找找外籍货轮失踪的船员，暗过一天跪下拢找无。事故发生伫23暗时10点53分，海巡署接到通报，有土瓦路礁货船伫高雄外海沉落，马上出动救援。舰队分署获报后，立即调派线上巡护9号、巡护1号及高雄舰驰援，并紧急增派高雄队1洞洞26艇、台南队5洞3拐艇前往，合计动员3舰2艇。并成立应变中心，统筹海空救援能量。海巡署表示，这货船顶悬有10位泰国籍船员。2时番点29分，空中侦察机伫附近海域发现其中5个人穿救生衫，伫海边浮浮沉沉，赶紧救人。其中有2个人受伤流血，要送去病院。经查 ，C 船 Ferry 12号货轮主辅机皆故障，无线电、卫星电话也失效。案发时位于高雄港西南方29.6海里处，由拖船拖带返回高雄港中。疑似因海象不佳，当时海象7至8级，阵风10级，浪高4米，于拖带过程中沉没。24透早6点15分，搜救人员搁伫海上发现一只救生船暗过内底无失踪的船员。目前医院伫现场海域继续找找，希望能赶紧找到失踪船员。记者综合报道。韩国不少民众注流感疫苗了后猝死亡，其中法国药厂沙诺菲疫苗，咱台湾也有进口，不过配合无共。疾护中心表示，到昨台湾驻公费流感疫苗的民众计共51人通报不良的反应，其中沙诺菲的疫苗占12站，状况也伫正常的范围内。另外，咱台湾今日增加2站带病入境，分别自菲律宾和美国入咱地图。治流感有风声，不到6岁囡仔是妈妈好，爸爸妈妈真唔甘，不过感觉真好加在台北市联合病院加开礼拜六早起的门诊，才能带囡仔来做增加保护了。平常要去打，第一个上班不方便。已经等很久疫苗了，可是就是一直没有找到地方可以打。台北市卫生局为库存质量调配幼儿园疫苗质量，每诊提供100剂，当中也有法国药厂赛诺菲疫苗。有家长看到新闻知，韩国出现治疗后死亡案例，心情会烦恼。说实话，刚开始还是会有一点啦，但是有打总是比没有打来的好啦。指挥中心已经表示，台湾甲韩国进口配合无同，也无出现同款死亡的案例。24记者会阁提出上新的数字指出，目前国内已经有注册到400万剂流感疫苗，不良反应事件通报51件，严重不良反应12件。赛诺菲有1件是心肌炎，39件非严重不良反应，赛诺菲有11件。发言人曾仁雄强调，目前流感疫苗还未有无正常的信号。全国药物不良反应通报中心，他们每个礼拜都会做独立的做一个评估啦，它可能是跟去年或前年同期的资料来做比较。另外，对台北市传出校园公费流感疫苗报告，曾仁雄表示，其实卫生局事先都有做出评估，校园集中住的数量，研判应该是后来有意愿的人向增加，相信台北市会继续调配。记者综合报道。针对台湾和巴老互相开放旅游团入境免受检疫的这项指战，卫福部长陈时中证实，因为巴老坚持风险低国家入境，同款要隔开7天。不过旅游团若要检疫结束才游览，有较为难，所以指战计划确定暂缓。台湾北流旅游起泡有头无尾，确定暂缓。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证实，因为北流方面认为当地医疗量能加检验量能无够，只有1间病院、80个病床、5个隔离病床。也坚持就算来自低风险国家，入境北流也是要居家检疫7天，入境甲出关进前拢要检疫。
除了昨天的会议，就是说这个时间点我们就暂停了，除非他们的检疫的措施是有放松，我们才有可能往我们要的方向去进行嘛不过目前帛琉他们是说认为他们自己的医疗量能不足，那虽然我们是低风险的国家，但仍然那个检疫还是要7天，那对我们来讲，我们认为在旅游上要那7天实在是有困难。指挥中心表示，计划一开始是帛琉主动提出，即卖也因为帛琉不愿意放零边境检疫措施，只好暂停。不过，双边议员有开放态度，未来英国讲，交通部已经做好旅游区抱团标准作业流程准备，会继续观察是毋是有其他国家应参详。因为国际疫情依然无断好，但市中出席医师职业工会会员大会时表示，目前台湾是幸运，无算有疫情流行，若是拓开病院量能恐吓问题。在 COVID-19 这一次的一个疫情里面，我的经验里面，我觉得医院不能再经营效率这么高了，它留一些余裕。那这一次，我们大概是应该是说，我们非常幸运的，我们这个 COVID-19 的疫情并没有真的起来。如果真的起来，以我们本来对这样的医疗的量能的使用的方式，其实我们医疗会垮得很快。人力甲健保会调整关系病医量能，卫福部正式23开会，听学者专家建议，估算明年健保的安全准备金无到1个月，不过如何引进什么时阵会起，目前也无明确的进度。记者综合报道。前几日，咱国外交部长吴钊燮接受印度媒体访问，中国驻印度大使馆随写配合这间电视台，要求因遵守一个中国的原则，不准称呼台湾做国家。这赞引起印度媒体怒火，表示印度是民主自由的国家，新闻未受中国的干涉。中共进行施压，印度媒体不准报道台湾双十国庆，结果引起反效果。印度网友支持台湾推文真多。外交部长吴钊燮个连续接受印度媒体专访，212以视讯参加印度环宇一间新闻节目，涉及中国驻印度大使馆23马上抵函环宇一间新闻台，要求遵守这中国原则，唔通叫台湾为国家，引起新闻台怒火。伫新闻节目中反呛中国错误干涉，讲印度是民主国家。Beijing is telling us how to report on China and Taiwan. So here's our response. Unlike China, citizens and journalists of India have the right to free speech. It does not respect the One India principle. How then does it expect India and Indians to uphold the One China principle? 负责专访吴钊燮的主播谢马也伫推特要求中国先遵守这印度，佮表示真欢喜因专访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吴钊燮也感谢谢马主播甲电视台面对中国威胁拢无得惊。中国战狼外交引起反弹，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也警示民主国家爱设置中共的统战渗透。许多国家，包括民主国家在内，正在经历实实在在的考验，考验的是我们自身抵御高科技专制政权隐蔽的强力腐蚀的能力。博明是川普政府当中处理对中政策重要人物，被看作是鹰派代表。即摆伫英国智库用中文发表演讲，特别讲到中共摕到内战的胜利，并是完全因为军事战斗力，是照做伊伫思想意识甲实际行动对国民党政府渗透甲操作。这就是为什么中共领导人一定爱统战的原因。记者综合报道。今日中昼有一名38岁女性自台北坐稳伫空中的流浪，遥控缆车动物园站顶楼摔落地，紧急送病院救治也是救无倒来。这名女性是无细日跋落楼，也是想袂开行底路，就等待警察调监视器进一步调查。有民众昏倒在地上，那我们服务人员过来，现场并没有血渍等等，那这民众呢无意识，所以我们赶快通知119。那救护人员到达之后，就赶快进行送医。台北捷运判断，这名女性运动是对楼梯爬去顶楼，不过顶楼都有设围墙，为何会翻过围墙摔落楼？这站要过来调查。另外，台北捷运也表示检讨加强防护措施，避免意外再发生。来讲，台东美丽湾度假村的开发案，伫96年完工，到今也无法度经营，业者未看得亏损，伫107年提出仲裁，向县府求偿12亿。今仔日台东县政府宣布结果，表示县府无必要负担赔偿，毋过会甲度假村的建筑物买落来。
度假村厝顶部分的红草叶落下来，房间外口的栏杆落彩。96年就完成主体建筑的美丽湾度假村，因为环评结论，防力度撤销。10多年来，由于无法度营运，业者伫1807年8月提出仲裁，要求终止契约，更加向台东县政府要求赔偿12亿7922万。早起，台东县长廖庆玲宣布仲裁结果，指出仲裁庭认定县府无需要负担损害赔偿，谈到了业者家己负责。这次仲裁庭的判决结果，对台东县政府来说是相对的有利。另外，建筑物仲裁庭采用台东县政府主张的估价方式，计算金额是6.29亿，以契约有偿移转予县府，代表由县府买做转去，县府认为这是上低也是上有利的金额。县长廖庆玲更加正式宣布，要将美丽湾正名做三关湾。未来将不会再有美丽湾这个名字，山园湾应该正名为它原有的名字。美丽湾这个名词就到今天为止。县府强调，建筑物移转了后是全台东人共同负责，安全处理要经过民意讨论。三关关是朝向共有海水浴场规划，环度假村的团体坚持应该拆掉。买回来是不合理的啦，应该是要无偿。我们也希望说，县政府可以就是听从主流民意，就是拆掉，然后把沙滩还给人民跟大自然。县府指出，这个开发案征期超过16年，接受仲裁结果，并且宣布三关关重回台东居民所有。也不过，反行动联盟对这个结果表示痛心，认为以天价买回违法在先，破坏地景的建筑体。台东县民为什么爱替业者补破坑呢？记者综合报道。美丽湾度假村经济15栋，但由台东县政府买落来，不过经费按倒位来。县府表示，无摆度假较少使用的公有土地卖掉来筹钱，也协助居民撤销环境评估结论的律师认为，这项决议有通互业者把成本摕倒转来，电倒对因较有利。起好煞袂当营运，歹戏拖平10多年，仲裁了后，确定由台东县政府买转去。按过财政困难的县府一年税收差不多18亿，这笔金额就占1/3。要如何走总价钱？县府表示，除了这条，还阁开源，甚至卖掉使用率无悬的公家地。它保留下来以后的使用度不高，也怕被占用的部分，我们会来清理部分土地哦。如果有需要的话，会处分部分土地来支援这样的一个财源的需求。另外，免赔偿业者损害只买回建筑物，感觉是对县府有利。协助居民伫都撤销度假村环评结论的律师，将顺规反倒等认为，这是互业者全新地体，等于是去弥补了建商新建这个美丽湾饭店主体结构建物的所有的新建成本嘛，所以就让美丽湾公司其实全身而退啊，对台东县府当然是不利啊。款团发出联合声明，要求县府应该公开仲裁判断书，接受大众检视是否造假或者是问题。不过，居民甲款团划铁主体建筑，事实上有建造甲使用执照是合法的。那一个有效的建物，我们人民很难以把它看待成违章，要求它拆。但是，既然它是就是说不应该放在那个地方，我们当然是呼吁县政府应该要拿出这个道德勇气，恢复原貌，把它拆掉。开大钱买顿的主体建筑是不是要拆掉？县府讲爱等各方的讨论。环境团体联合建议县府应该向中央争取拆除预算，恢复自然海保。另外，业者是不是接受仲裁结果？甲这个进程也无有回应。记者综合报道。武汉肺炎伫世界国家又阁有国家元首为着病症，48岁波兰总统确定治病。办公室发言人表示，总统的状况良好，已经隔离治疗。面对秋冬天到地，欧洲疫情拖翻头，各国政府防疫措施是愈来愈严格。法国总统马克龙就表示，宵禁的措施并未放零限制，只会愈来愈严格，因为疫情可能一直到明年的热天要继续来拖。法国这礼拜正做欧洲第2个新冠确诊病人超过100万的国家，23日天确诊超过42000例，创下新冠纪录。政府宣布扩大夜间宵禁实施范围，影响4600万人的生活。总统马克宏伫病院视察了后强调，宵禁措施未减少，只会更加严格，因为疫情可能会继续到明年热天。J'écoute les scientifiques, le conseil scientifique, et je dois dire que vous n'étiez pas en désaccord quand on en a parlé.
On voit bien qu'on se projette au mieux jusqu'à l'été prochain. La question, c'est comment justement vivre avec le virus dans cette période. 西班牙这礼拜比法国更加早超过100万的确诊人数，虽然政府无实施宵禁措施，不过为2时开始，为半暝12点到加工透早6点，禁止2个无同款的家庭成员伫室内进行任何社交活动。酒吧的人客人数也要减少一半。Cuando acabamos de alcanzar en esta semana el registro oficial de 1 millón de contagios, los estudios de seroprevalencia que han hecho las instituciones públicas, con expertos científicos a la cabeza, indican que el número real 意大利首都罗马甲米兰等大都市，伫第2波疫情冲击之下，也宣布进入夜间宵禁。暗时9点了后，公共广场全部关起来，禁止伫室外来食物件。100名科学家自杀，协配合政府呼吁执行更加严格的防疫措施，甚至无少自导封城来阻止疫情生脱。欧洲大陆目前超过780万人体会到病毒，将近25万人过身。加上美国自杀也创下单日8.3万人确诊的纪录。即马冬天就要来啊，疫情只会更加严重。记者综合报道。看到转来咱台湾，出名的凉水店清心福泉和检调单位查到，和合作的厂商大量倒空，皆有开发票申报不实的销售金额，偷走税金计共4000多万。也清心福泉伫今日顶报也紧急召开记者会，表示是受大量牵连，会主动向法院说明厘清事实。连锁饮料品牌清心福泉20早起紧急召开记者会，为的就是和高雄地检署起诉的走私案，向检调查清心向杯材厂商大量玻璃拢买入杯品了后，会转卖予加盟店。转卖价差所致，向检怀疑大量以跳开发票申报不实销售金额方式替清心招税。出售杯品给各加盟店的部分，也是由大龙公司以虚开发票给各加盟店的方式，制造各加盟店向大龙公司购买的假象，以此来逃漏税额达4700多万元。清心回应向检指控表示，是被同款方起诉，也个另外涉嫌低报冷饮杯营业量，就此走漏回收清除处理费达到3亿5000多万的大量牵连，已经向国税局申报6000税款，也会主动向法院澄清事实。处理费上面就是没有尽到完备的责任，那这部分他没有及时做缴纳，那也间接的去导致清心福泉受到牵连。买卖关系发票是直接由大龙或者其他的公司，他们集团里面其他的公司直接开给加盟店，加盟店也照这个价格把钱实际汇给大龙，付给大龙，所以没有虚开多题。面对清心法案往是受大量牵连的讲法，大量负责人无加总回应，只表示是家己甲公司对法令无清楚，该立的后手会立。不熟悉这个法令，结果阮发票是汇到因的连锁店啦。安尼袂使啦，我的发票是到清心福泉啦。高雄地检署针对大量甲清心福泉2间公司的相关人员拢总立规，涉犯3人以上共同诈欺得利，刑事业务定在不实文书甲帮助走税等罪嫌，最近将向法院提起公诉。记者综合报道。有上水的电车，这项称号型号 EMU98的通勤电车，今日顶报伫花莲港落船交车。台湾铁路局表示，新电车上紧伫旧历几年之前开始为北部服务，望提升都市的运输能力，消透人阵的压力。伫铁骑路的5忙之下，头一批 EMU900型通勤电联车为船顶卸落来，车身有像微微笑同款的图样，简单的设计被叫做上水电联车。这款通勤电联车采用10台变速配置，比代替目前只有8台变速，运能提升40%，上近每年到利营运。初期到了，我们会先在北部的都会区，因为它的运量比较。可以大幅的提升。那另外呢，我们明年6月，我们也会有600辆的城际列车到台湾。那城际列车最主要就是以花东的运输为主。来自全台各地的铁骑路迷，组织伫花莲港，像咧翕新列车上环镜头，代替7摆开253亿，向韩国现代路铁公司买520台 EUM900型通勤电联车，摆落头一批高车20台，剩500台将陆续伫明年、后年甲大后年高车，当年汰换旧车。
这小小的细节我们没有注意到，所以经常会造成很多大家不想见到的事件的发生。所以在这里呢，透过今天的一个新生儿的诞生，我在这里更是强烈的要求台铁局在有关安全的落实上，是真的是不可打折扣。台铁伫拜五一天内发生3件列车故障事故，3列车拢是车龄超过20年的老车。交通部处长陈建斌出席新车来台典礼讲，台铁要做好安全控管，台铁产业工会呼吁台铁需要落实检修各方面标准作业流程，避免事故一再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嘉义市政府站伫文化公园举办母语学习成果展，学生囡仔以台语、客语，佮有各种关注面的语言来表演。这项活动唔但刺激囡仔讲母语，嘛鼓励家长做伙建立讲母语的环境。痛苦，逐工敢若会当接风配菜脯，冷汤白菜咯。国小的囡仔伫舞台顶精彩踏水果，台下的观众紧紧看，真足听。嘉义市23号暗时伫文化公园举办母语教学成果展。咱是2020吼，咱讲母语手牵手，咱这意思是讲吼，咱无共局群的，咱做伙爱团结手牵手，所以咱愈讲咱的母语，咱台湾就愈团结。我感觉有互即摆囡仔有一个讲台语的机会，是真正足好的，可以当互因表演。这摆的成果展主办单位邀请家己有咧推广母语的学校，大家做伙用无同的表演方式来展现母语学习的成果。就是一个宋苗生啊，较接到足侪足奇怪的问题啊，爱去解决啊，爱用一种较流行个一种较无人会晓的物件啊，讲出来，互大家知影。来参加活动的嘉义市母语文化教育协会就表示，讲母语的环境甲习惯需要家长甲学校做伙来打造。咱因为有通我讲母语，咱会当接受到愈侪有趣味的故事。咱伫厝内会当甲阿公阿嬷讲母语，我感觉因为会当重视母语，咱会当甲世界来甲足侪人做伙来交流。成果展除了台语，还有原住民族语甲客语的演出。申办单位嘉义市本土语言辅导团表示，语言甲文化的关联真密切。这个展览唔但想要刺激囡仔学语言的兴趣，更希望鼓励家长共同建立讲母语的环境。记者林伟霆嘉义报道。第8届乌百旗全国高中棒球赛今年计共194队，4000多名选手将伫全国10大球场拼输赢。也今年女性的教练甲女性的球员拢总有88人，是历来上侪，引起注目。副总统赖清德甲立法院副院长蔡其昌徛伫投手区担任开球嘉宾。第8届乌百旗全国高中野球赛支持伫台中开幕。赖清德表示，今年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不过乌百旗也是继续，让国际社会看到台湾的野球是真感动。天豹旗全国棒球大赛就是台湾的甲子园，除了是全国最重要的基层赛事以外，其实也是每一个怀抱着棒球梦想、追逐理想的重要的所在。今年乌百旗全国194队，4300多名选手参加，其中85名女球员甲3名女教练。是历年女性参加比赛上侪一摆。赖清德也代表大会送粉红色球棒予这女球员甲女教练。棒协理事长高仲良是强调野球对台湾的重要性，勉励球员爱提出上好一面，全力以赴。一定要捍卫你们学校名誉，努力打拼，因为你们现在站在这里，得来不易，你们将来还有更长的路要走。主办单位表示，这一届乌百旗为落实无分级别、性别的赛制精神，除了女性参加比赛增加以外，今年也第一摆取消金主签保奖。传统的强队有希望提前有赛交手，会让比赛更加有看头。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咱做伙来关心明仔载的天气。北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27度；中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30度；南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30度；
南部这边上低20度，上悬27度。外岛地区上低18度，上悬27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我是吴昕，咱再会。